我是王瑞竹，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迪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我最近发行我的台语专辑《滴滴答答》，欢迎大家到 Spotify、Apple Music 还是 KKBOX 任何所在来收听。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耍文化，捌台湾。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那咱继续倒来吼。我讲即个专辑每一条歌，虽然拢表面上你讲是你的毋管你要讲自我关照，还是讲你家己人生的家庭的翻头去看，还是看你家己一路行过来的即个历程。其实我感觉对所有听即个专辑的人来讲，应该拢会有一款会使借着即个机会去翻头看家己的过去。以及甚至你若是有囡仔的人，我咱嘛真侪听到是家己有囡仔的人，你凡说嘛会透过即个关系重新去思考你甲囡仔的互动，你甲囡仔的关系，你对囡仔的期待。有当时咱行过每一个阶段，你嘛会行向一个，比如讲咱家己要安怎去甲家己和解。咱其实毋是要甲爸母和解，毋是要甲送和解，其实这是家己内心的一个对照，甲内心的对话。创作者反说嘛有真侪，透过去思考，去回想家己的过程，而且把这一切写落来，这款方式去甲家己对话去和解。我讲这是真趣味的代志。那讲到一直讲到和解，这个字，这个词，其实是因为这个专辑内底有一条歌叫做《轻轻啊飞》，伊就互我这款，你要讲和解，也是讲。敢若伊有行过一逝，阮行过一逝就是讲咱人毋是讲结束啊，行过一段时间了后，翻头去看我家己的冲突，我甲家庭的冲突，我自我的冲突，我的反抗，比如讲像我家己，就是像我讲，赤字对我来讲是一款反抗，还有反正有一寡人甲人的误解，或者是真侪。有当时无定就是误解，但是因为人甲人之间需要一寡谅解、谅解所以每一个人的性拢无共款。反正伊确实就是这个性，那有偌济部分是咱会使放下，还是讲咱会使体谅讲伊的成长的经历，伊成长的过程就是安尼，伊的教育，伊互人教出来就是安尼。这毋是伊一个人会使。用头壳去决定讲，我要安那，我要变做什么款的人，毋是咱人拢毋是安尼选择的嘛？你毋是一个出世进前，先甲即个元素比例调好安尼会使好，再来出世，无人安尼嘛？当然内底即个过程当中，咱嘛有一寡遗憾，真侪物件是咱家己心肝头会知影讲，这就是这世人恐惊无解啊。因为有的是个性的问题，有的是反正人根本就无伫你啊，各种的原因，咱拢知影。但有一寡物件是最后会行到和解这个地步。我讲这条歌有，互我这款感觉就是，伊伫咧头前的这些物件，你头前的歌一路行来，行到最后这块专辑的编排，每一块歌，每一条歌，伫这个专辑的什么位置，伫打一条、第几条，我相信拢有伊的意义。迄个意图就明显的就是。我伫整理，因为有的人是靠感觉，伊感觉排出来了，嘛会有一个真特殊的风格，或者是伊的个性，伊的啥。但是你的这个歌规底专辑排出来的感觉，较无成是点是你的个性，但都是讲我伫整理我的人生的位头到尾，这个无到尾歹势。到目前这个阶段，我翻头去看了，我最后达到和解这个程度是安怎一路行过来？因为你必须要先去看你过去的迄个冲突，你才有法度去讨论这个冲突敢有法度和解。对，这有一个真大的好处我一直愈讲愈快，但是因为这有一个真大的好处是，听歌的人一直伫回想，一直伫回想家己的，因为伊透过你的歌去对照家己的人生时，可能内底无真侪冲突，真侪误解、反抗冲突。好等者和解咧，对无？我需要一个最后的安踏。我看轻轻啊飞有迄款安踏的感觉，互我有一个收尾。但是咱嘛希望讲看一出戏，内底毋管偌冲突，最后你互我一个较好的收尾，好不好？有这个感觉。当时是轻轻啊飞这个创作的概念是啥咧？其实的亲像
专辑内底的歌词摆落来安尼感觉，就是我咧面对真侪代志啊，有无共款的情绪，比如讲生气啊甲艰苦啊，所有的快乐甲无快乐，拢伫头前的歌安尼写出来。比如讲，我轻轻仔尾头前的歌词就是写讲，无人等待，遐乱七八糟动作无快，是，敢毋是较轻快，就是甲过去遐拄着的代志，拢先暂时放一边。啊，甲家己讲啊，非伫咱的人生有伊家己注定爱去的所在，有家己的方法。每一个人拢无共款，安尼咱着好好伫这条路上做家己爱做的代志就好。啊，就算讲肩胛头偌济重量嘛是安尼，好好排咧，啊轻轻啊背。每一个人伫咧创作的时阵，一直以来咱我这边接触过无共款的歌手，有的人是歌词对伊来讲，迄个意义较像是一个耍，迄个音乐性是一个伊较注重的物件。那有的人是歌词是甲家己做对照，或者是讲伊有足想要讲的议题伫咧内底。你的歌词就有即款感觉，就是必须爱去听，必须爱去看，毋是干那听尔，必须爱去看你的用词。比如讲，你讲甲即个过去物件歹着，但是你搁要轻轻啊背，这是偌困难的代志。对，无？这是足困难的代志，但是也就是安尼放入去歌词内底，则搁较有迄个伊的价值伫哩。有的人的歌词是好耍，但是有的人歌词是希望伫你内底找着你家己的对话。我真介意即条歌伫咧收尾的所在，好佳在你后壁有做一个收尾。无就，嘿，无逐个可能拢沉醉伫咧过去一寡啊，我想起啥，我对嘛，就是安那，我送安那，迄个感受有当时会调伫遐，其实嘛毋是咱要做遮个代志的想法，因为做一个专辑其实是希望讲。甲家己的过去对话了后，其实咱做一个收煞嘛。无对话要创啥？毋是要冤家，毋是要甲家己的过去冤家，是要甲即个代志豆豆收束起来，互咱会使有即个气力继续行落去。因为30年讲长无长，但是后壁佫落来30年爱行的。对啊，你若永远安尼嘛无可能。但是这30年包袱啊款款的吼，可以排伫你的肩胛头，排伫你脚这边。咱也是爱有法度轻轻啊飞，轻轻啊行。当然，你当有讲到你创作的一寡概念嘛，但是什么款的情形下，即个歌感觉是等到你较近期所做的，也是。对，是旧年写的。这条歌有伫迄个旧年南面儿歌。即届是编曲有搁做一寡改变嘛？对，互伊搁较有气力。嘿，无共款的，搁较有力，会使排较重的。有一寡即个斗走站的迄个音乐伫内底感觉安尼，听起来是较有，其实是有气力的一条歌的感觉吼。迄时阵写即条歌其实是拄好是我伫咧整理我的厝。对。所以嘛是真正有足侪足重的物件。对，因为若是整理物件时，都会发现讲，这相片啊，是当时的故事啊，会遐佫欠一张啊，还是啥物物件无去安尼，就是一直去想遐个代志啊。遐其实吼，就是整理厝的时阵，我感觉毋是快乐，毋是完全是快乐的。因为你爱放下一寡过去。嘛爱迄条一寡，其实保留搁较久，最后会感觉是有一个意义的物件。对，所以甲遐物件等掉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啊，我是甲啥物物件等掉啊？敢袂迄其实爱一直留伫咧身躯边。对啊，但是有当时啊，遮物件一直等到是一直为家己的肩胛头扛，会愈来愈重。咱人定定拢会小情。咱小情，比如讲某某人送你一个什么物件，还是讲这东西是，比如讲甲阿爸阿母去倒位所买的物件，老到呾当你真正要整理房间时，这个物件我可能已经10年无亲看伊，一眼都无去遐看着，但是伊就是伫遐。但今日我真正要甲等掉时，你会感觉讲，我敢若翻背着什么物件？我是毋是翻背着某一寡过去，或者翻背比如讲伊强电是即个阿爸阿母过去的对待吼，我是毋是翻背着阿爸阿母？会有即款的冲突，内在冲突伫咧内底。对。但是你搁知影，你弟拢知影，就是袂使搁通来，搁继续定落，咱厝诶可能真正就是满满的。你还搁有足侪物件爱定的，对，对无？对，即款，但是
迄物件的过程有当时是足艰苦。迄本数咱可能感觉轻松，但是这物件有真侪物件，其实伊原本毋是本数。对，伊是有故事的，对。我是一个真无介爽快，伊个爽面去剥离的过程，其实佮重新的翻头去面对这物件。对。甚至你跟袂记你这故事发生什么代志，但是迄个情绪伫咧，看到某一个物件，就是心肝头扎扎啊，无介爽快，但你嘛毋知是安那。迄个摒扫的过程，你是因为摒扫的过程当中，你咪摒到一半走去写歌？无啦，我是拄啊好，伊昨晚咧摒扫，咧整理，所以我就迄时阵就想要为即个厝写即条歌，对，拄啊好，迄间厝嘛有一条家己的歌，对，迄间厝伫第5条，所以我知影。一条是英语的，对吧？对。我感觉这嘛真出名哦，建议大家若日后要出来大摒扫的时候，咱听这条歌啊，人拢辛苦起来啊！若无迄条的嘛无要紧吼，因为咱都知影讲，歹着了后，你嘛是会使去。我感觉嘛是袂歹，所以一规块专辑变成讲你自头到尾，伊其实是有一个收束吼，为开头一直行到收束，毋过。这头到尾内底有真侪歌，拢有一寡真特殊的物件，就是用词较特殊的台语词。我讲较特殊的台语词是讲，若对较日常生活真台语用量真大的人，这词可能感觉，这就是日常会使用的一寡词。毋过毋管是以你的会，就是讲咱即个其实台语平均的台语环境来讲，其实真侪词拢一直伫消失伫退去。对。那你会用伫内底？是你日常生活伫使用，或者是讲你创作了专工去找，比如讲，我记一个头一条，吼，咱为上尾一条搁翻头去找头一条，头一条歌，对倒去，内底都有一个词，我最近足接听到，古勒比蛇，嘿，古勒比蛇，你知影？你看，表示讲你知影即个词一定有一个特殊性伫咧内底，我拢无讲打一个词，你就随知影。因为迄阵像迄个综艺大热门的时阵，那老师嘛拢有讲。你讲你来写即个词，所以像即款的词，咱毋是单纯针对这词，最近这词毋知啥，在我生活中一直出现，可能最近有即个古勒比蛇，嘛有可能。电视机阵开就真侪即款代志，但是像即款词，其实目前台语的歌手，或者讲出版台语专辑的歌手内底，咱会使看到一寡是。伊家己生活中的物件写落来，所以伊会较白话。我想啥，我甲唱出来，甲写落来，这是一款一个理路。另外一款理路，较是伊会行一款，会去找真济，希望搁较大吧，搁较符合着伊想要讲，或者讲看起来较特殊、较厉害。即款的词，词当然你就需要做功课。毋过你的歌词内底，我感觉佫无完全是安尼。伊敢若伫即两条路以外，就是我会感觉是你的用词其实是较日常的物件。毋过内底有一寡词是，我认为大部分即言的人有伫使用的人较无遐济啊。嘛毋是敢若即个词尔，其他嘛有。你家己实际上创作的时阵，大部分歌词，台语歌词的创作，你敢有需要？就重着其他的外在的资源，还是真正就是完全靠你家己过去的地址。我一定爱需要，一定爱用到外在的资源，比如讲查字典。但是像古罗比蛇这个词是我原本就知影。定互厝的妹？嘛无，但是我唔知影啥人就知影这个词。是你定摕这个词来背？嘛是无。古罗比蛇来甲大家解释一下，好，既然一直讲到这个词。古罗比蛇就是。台语哦，牛鬼蛇神嘛，华语的意思还是古罗比蛇咩来解释？讲实在，台语真有一个物件，有一寡物件，你要讲叫我解释，我当时嘛会晓怎样解释？就是阿里不达的代志一大堆吼，嘛使摕来讲人，嘛使摕来讲代志，吼，就是各种各样啦，吼，就是。咩来解释都是这个感觉，啥变我每日刷变成去考我。古罗比索，那是我家己生活环境较少用这个词啦，可能一寡阿里不达啦、外国汽车啦、吼三角六经啦，我各种各样类似的词，其实嘛真侪都会替我来使用。话嘛看无你的背，斗阵走去退，敢是人必须找？这个世事变化太快时代，啥人会听我讲话？走袂去
若是走袂去的话，我就轻轻行过。You are my sunshine, I still grab a breath. You warm me up and warm me up and warm me up. You are my sunshine, I love you so. You warm me up and warm me up and warm me up. 三更半暝我等你，看是命运带你倒位去，对倒位去。Everybody's looking at me， 看是命运带你倒位去，对倒位去。无路用的比较遐尼多，分这拢拼袂过，这跋落尾，骨头比锁管他伊啥物地带，随在人去讲笑话，走袂去，若是走袂去的话，我就轻轻行过。You are my sunshine, I still grab a breath. You warm me up. 你伫掠遮个歌词的时阵，其实看会出来无足食力的。伊毋是一款我当要创作，所以我需要编足侪字典，我需要紧来去查，因为我无遐个词库，我无遐个数量。毋过某一寡词，我会感觉讲，照你讲，你现在讲要用到遮个词，机会可能无遐济，尤其比如讲你伫台北生活，其实你使用台语的环境其实应该搁较少啊嘛。对，嘿，所以语言是安尼，伊会愈少讲会愈退，所以现在一直希望讲大家加听加讲，就算讲你袂晓文字嘛，无紧，想无你加听加讲一定爱，当然会晓文字是搁较好。这个物件是因为你原本就，你讲像你讲你嘛会找一寡资源包含字典嘛，厝诶敢有互你即款诶资源？我厝诶是讲，比如讲，阿某咧，什么事我想袂起来，你甲我讲诶，敢有即款情况？其实我专辑内底。应该讲一半是一半嘛，有的词就是非常吉祥，比如讲高丽菜梅就是真吉祥，对，啊，有的词是因为有的是因为一定写美咯啊，所以我想要互伊甲找一寡更较好的词来写入去，所以嘛写去，对，啊，这个时阵我有当下的确实会打电话互阮妈母。土狗兵，伊是我另外一个顾问啊。你名要甲伊讲写落哦。有特别感谢啦。跟我妹妹嘛是，因为我妹妹拢伫家己的生活。伊甲朋友嘛拢会定讲台语。所以讲已经是足困难的代志啊，但要拄着无遐简单的。系啊，所以伊嘛是会做我的顾问啊。两个拢甲写起。对，我感觉真侪台语的歌手因为这几年愿意出版台语专辑的歌手愈来愈侪，那有真侪人过去毋是咱讲做台语，或者讲我袂使讲伊毋是台语底，因为因的母语确实自细汉真正是讲台语，但是对过的人真侪就是断层我有可能甲几岁了后，你去外地读册，或者是讲因为什么原因，你已经真少伫使用你的母语，甚至讲。阿公阿嬷无伫你了，爸母嘛定定对你讲华语嘛，真济。那你翻头要去找遮个物件来创作时，其实伊会掠袂着。对，我无法度掠着，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伫咧即个语言内底要安怎使用。对，所以因伫创作时阵，我会使感受到迄个困难、困扰，或者讲伊就会行出无共款的理路。那你的物件确实会讲毋是安尼，但是如果会出现一寡事，互人感觉你背后应该有靠山，靠山就是厝内人。我嘛就希望讲大家拢会使甲厝诶当作资源啦，咱所听嘛是共款某事，有听过，我当时嘛安尼，我想起一个事，但是我感觉安尼讲，我袂记哩啊，是毋是安尼？我嘛拢翻头去问厝内人啊，是问拄好拄着诶一寡较有岁诶人有当时记伫，有诶人嘛会袂记哩，伊嘛会袂记哩，敢若有呢，或者讲阮遮无安尼讲，你就发觉讲，甚至连区域都有差，比如讲你伫家己市甲面向感都完全共款嘛，无听着。我对宜兰最近，我都一直伫调查。咱打录音时阵，就是即个每个上济时阵，我即个月我有5场买。迄个中昼一场，暗顿又一场诶。那我都定去调查即个物件，比如讲猪脚。即个卤蹄膀，毋是一颗一颗是规模迄款诶，就肥肉足济迄款诶。宜兰边是宜兰县阮宜兰县南洋溪为界，溪南溪北港县都无共款。
K 包拢讲腿包，K 男拢讲骹包。腿包哦，腿我毋知家己甲拢嘿，我毋知即个家己拢。这我可真正毋知呢。对面看卖你的主管，对，找你的主管，我妈妈迄个主角人请人客办桌，迄款规模，迄款人足大个喎，就肥肉、三肉拢有，毋是一支一支款底骹规个啊边个佫囥笋丝的迄款的哦。哎，你拢安怎讲？腿包还是骹包？哎，是腿裤嘛，人腿裤吼，所以这应该是腿裤啦。我有听过腿裤。腿裤一般咱伫买猪肉的时阵，伫个肉店嘛会讲腿裤，但是变成料理一路料理的时阵。我嘛真想要知影各地有个家己讲法，你使看卖，你使面看卖讲，你知影有人安怎讲无？啊，当然有一个传统的食的物件，可能真正无共所在。甚至我最近伫对顶管都一直伫调查这件代志。哦，啊，无拄着有人知影，就是阮宜兰的客人有讲客北无讲一个说做五五。五五是啥物？五五是头担担的意思，头抬高。五五，嘿，阮细人讲头五五。五较悬来食药啊，吼呢！但是我伫客北宜兰客，就是比如宜兰市啊，无一个人听过。但是我伫客南的，都是头担悬的意思啊。五嘿，头家好悬的意思啊。所以像这个词就足趣味，就是有迄个区域，就算是讲隔壁乡镇、隔壁村，拢有可能有一款警察。迄个主管真正就是厝内才有法度去面去讨论的代志。所以。会使感受到你的词内底有迄个背后的故事，迄毋是台语古文，毋是一般，应该毋是外口迄款咱讲的台语古文，伊嘛毋是编即个字典，插一寡真特殊、真撇的字，互大家来看。哦，原来较早安尼讲，毋是，就是你知影有一寡人真正是安尼伫讲话，而且迄个人可能真瓦近，其实甲过去咱的生活是真瓦近。但是伊伫讲台语环境，比如讲你小妹。伫咧家己啊，还有台语环境，但是你伫台北是毋是都真少，非常少。所以你当然台语变来，以前咱对咱遮久，你台语完全拢无问题，你嘛拢无，你嘛拢完全无转换嘛，拢无需要，会使讲是拢无需要换着。其实已经是讲实在就无简单诶。应该是讲我，譬如讲，我回去厝嘛是拢会尽量讲台语。对，就是我嘛是真自然啦。譬如讲，我嘛甲阮。表小弟、表姐拢讲台语啊。啊，平常时敢无伫甲因联络？嘛会啊，譬如讲因伫台北嘛会少食饭，嘛是拢讲台语。恁伫台北，大家做伙食饭时阵会讲台语？系啊，因为譬如讲，阮表姐甲我共学校，高中的时阵，啊，我伫路顶甲同学拢讲华语嘛，啊，拄着表姐讲这，啊，你食饭啊袂？这我会甲你拍扑啊，真。这是因为就自然的，迄无法度改，是你甲伊讲国语、华语，都会做奇怪。但是甲其他的台北熟悉的人都较无机会。你敢有试过？我有去过一寡，就是超工咧学台语的所在。啊，发现去家己囥伫咧台语的环境内底。你有意识超工故意要去台语环境内底浸伫遐试看觅？对，但是我颠倒无法度呢。我感觉因为对我来讲颠倒愈困难。是安那？因为可能是用词，我等无遐尼。咱的台语若是像你当有创作的需要时，你可能会为着创作需要，迄个程度一直有关，一直进步会足紧。但是若是一般生活当中，或者讲拄开始的时阵，确实会察觉讲原来其实咱的台语拢无咱想的真正遮好。真侪人讲阮台语，阮若伫出来嘛，拢讲台语啊，台语就好。无你来生活看觅，规工拢讲台语，你发觉讲真侪物件，原来你的台语无对着，我讲的是你的台语无对着即个现代社会的步伐伫咧行，伫咧滑步，因为华语因为有足大的资源，所有的物件华语拢会引进，所以。你真简单，你要讨论真侪代志，你要讨论情绪勒索，你就情绪勒索。毋管你知影到底伊的意义是啥无，还是背后有什么专业无，你安那就是知影这4个字。对。但是台语毋是无遮个物件，但是你若无去注心的时阵，迄个比例是会差伤济啊。咱会使得到资源的比例差伤济，所以你若平常时无即个意识，无去注心的人，你真正去到迄个环境，你发讲，我这我嘛袂晓讲，迄我嘛袂晓讲。对。是安那因。这事听起来，在你在听，可能会变成讲，足青分的事，这新事，敢有人安尼讲，台语哪有人安尼讲？其实人这个社群内底人早就彼此伫互通，这事对因来讲拢无啥问题。对。可能
会是会有这个情形，哎啊，所以我嘛感觉讲。一直希望讲台语，我知影台北有一寡台语聚会，就是大概讲伫咧迄个圆山捷运站遐嘛有吼，就是讲我毋知拜过有，但是因会招啊，大家伫遐开讲用台语唱歌，做伙耍，做伙开讲去，互家己浸伫咧台语的环境。啊，当然嘛有一寡母语家庭、台语家庭，就会去参加全台语的活动。但是确实颠倒是，变讲你家己开始咧创作了。你有搁较侪进入台语内底的需求的时阵，真正要找有当时无定着有法度找着，会使互你好好进入内底的空间，或者是讲像讲资源哦，阿某是一个足好的资源，但是有一寡物件你要继续行搁较头前的时阵，真是需要迄款另外一款现代台语的环境。对，现代台语的生活，台语是搁较无共款的物件。这实在是真大的困扰，我感觉。你家己目前，因为你出台语专辑了，你嘛需要像较侪台语节目，甚至讲反正直到我相信你也是会有台语的这个作品出来。那你家己目前还有什么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方式无？我家己其实，比如讲，我会除了来遮上节目，嘛是一款不一样的方式。对，我会问阮小妹。譬如讲，伊会甲我教一寡，我毋知影迄叫啥物谚语一寡俗谚就对啊。对。因为我感觉，譬如讲，我写歌词的时阵，有当时用的字就是做吉祥的，就感觉像我拄则爱想要找遐字的时阵，就爱编就爱编字典嘛。是。但是迄有当时无够自然。是。对，譬如讲，你变成敢若用台语去解说你要讲的代志，但是人有一句俗谚，可能完完全全都是你讲这个物件呢。对，而且都可能小妹。对，可能小妹。进前我是有想讲要去考试，对，但是我问阿恩，伊讲其实你去用讲台语听台语比考试更加有路用，但是若是要写字的时阵，就可能就需要这个部分，对。所以你目前是就是互家己有讲听甲有想法，就去问小妹安尼。对，我拢歌拢会互伊听，讲这有啥物问题。后边会记你爱甲伊名嘛写伫个出我因为啥咱会讲到即个代志吼，台语环境一直是阮家己频道伫做节目时阵真注重的代志，因为恁的所有的作品，我感觉访问台语作品，其实都是因为恁的作品其实对这规个台语环境拢是会造成影响的。所以翻头来讲，这创作者、这歌手、这出版者，不管你是写册啊啥啦，这人安那翻头投入台语的这个科啊，或者讲伊家己的台语是安那伫咧发展，我感觉这嘛是我真关心的一个发展的历程。而且有当时这甲你的人生的经历有真大的关系，所以我感觉这是我有当下感觉好耍的所在啦。所以我嘛真期待讲刷落来这个专辑，这个专辑当出来啊，那我相信应该后壁有真侪演出啦、访问啦这嘛是一个你删除了重新吸收的机会，因为无共款的主持人，我知你嘛伫无共款的这个节目内底听到无共款主持人讲的，若是台语，可能你嘛会吸收到真侪无共人的台语。对，像你刚才听到就是足侪宜兰腔的台语，你讲你个听到无共款的，所以这物件反正拢有机会然后变成咱创作的一寡养分。我感觉会变成是安尼。好啦，今日时间嘛差不多啊，我个人非常介意这个专辑这个雷竹，王雷竹这个专辑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拢会使看你边安怎讲。好啦，那今日这集就到这，毋知大家对这集内容有什么款想法？这集内容听了想受介或者什么款的指教，建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或者是 YouTube 留言给我。但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Box，希望你会使留下个粒正分数，还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天，会使看到我这节目内容的补充。今日单独到这咯，拜拜，拜拜。规工顾佚佗，阿嬷拢嘛甲阮款好势。话藏伫心肝底，我腹的感谢着免搁加解说。阿嬷坐车，我来为你放茶，其实我想要吃你煮的
搁咧采梅，搁咧采梅的滋味，毋是阿嬷甲阮放袂记，是规家伙坐伫饭桌前，点点仔食饭的风景。搁咧采梅的滋味，阿嬷甲阮放袂记，袂当搁来甲阮白头鬃，甲阮做好人，暗时着迷茫去藏一张空。心肝底满腹的感谢，就免搁加解说。阿嬷坐这我来为你烘茶，其实我想要吃你煮的，搁咧采梅，搁咧采梅的滋味，毋是阿嬷甲阮放袂记，是规家伙坐伫饭桌前。点仔食饭的风景，搁咧采梅的滋味，阿嬷甲阮放袂记，袂当搁来甲阮白头鬃，甲阮做好人，暗时着迷茫去藏一张空，搁咧采梅。坐伫饭桌前，点点仔食饭的风景，搁咧采梅的滋味，阿嬷甲阮放袂记，袂当搁来甲阮白头鬃，甲阮做好人，暗时着迷茫去藏一张空，搁咧采梅。阿嬷的滋味，敢会当藏好？永远莫放弃。特别感谢家父甜苗乡福金方案的赞助者阿莹、阿文、恰拉黑恰拉、伊文、瑞基、张文珍、Arthur 阿川、Patrick 阿派、永川、阿里嘎瓦、尤里。无论是长期福金家父，也是经营汤换新、价码斗助阵、挂金添门面的天兵天将听友，感谢恁实际支持，互阮搁较有信心，伫这条路勇敢踏步。